好啦，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环保署针对着营建工程类修法，要来维护着民众生活品质。工地愈来愈多，工程车出出入入，土那碰影，为了要维护民众的生活环境，环保署将修正对营建工程实施空气污染的规范。那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一些营建工程的管理的一个精进的措施，粒状物的排放能够降低，那能够提高民众的一个对于就是环境本身的一个满意度营建工程污染差不多占全国各污染源排放量的15%。修正后的营建工程空污管制包括污染减量再升级、健全防治作业、强化工地管理。估计这个政策会让这个气价 PM10每日减量3415吨。工地一直增加，因过空气污染问题，互民众有够困扰。当年差不多10万件营建工程，到3678件空气污染တင်前，环保署为了减少空污的တင်前，推出修正草案，希望可以在建设都市的同时，嘛使维持空气品质，降低空气污染对民众影响。管理办法估计伫明年就会实施。